在喝水的时候拿下口罩，或是抽烟拿下了口罩，这些也会开罚吗？我们原则上，你不戴口罩，而且是故意不戴口罩，我们当然就会开罚。户外不戴口罩会开罚，可是现在有民众提出了一些疑问，像是他在喝水的时候拿下口罩，或是抽烟拿下了口罩，这些也会开罚吗？如果都会开罚，是不是代表以后抽烟只能够在室内呢？其实我们在开罚口罩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视整个状况的案情来开罚。我们原则上，你不戴口罩，而且是故意不戴口罩，我们当然就会开罚。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我们的方向。为了应用我们这段时间综合地区不断的整个确诊个案上升，虽然我们昨天永和地方以及土城医院的筛检站来让综合的有万华高风险的接触史跟活动史的前往筛检，但是为了让所有的筛检速度更快、量更多，我们从明天增加了综合社区的筛检站，以及为了这几天我们发现新店也慢慢确诊个案上升了。所以在明天，我们也会成立新店社区筛检站。至于有关新庄地区，除了乐生疗养院来帮忙筛检以外，我们特别又增加虎大的社区筛检站来服务新庄、泰山，也不排除我们把三芦地区也一起来做服务。那目前明天，新北市又多增加3处社区筛检站，所以新北市到现在为止有21家，再加上明天3处的社区筛检站，我们总共有24处的筛检站，其中就是有17处的社区筛检站。我们希望随着整个确诊的个案的足迹以及确诊个案的输入，在整个各区的转换过程当中，调整我们的社区筛检站，也调整我们整个医疗的量能，让我们的医疗量能不要浪费。所以这个是我们明天会把3处的社区筛检站再度的成立。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变风向，敢嘴就来辩。